受到我影响，会当先过遮爱教育。嘛，即时嘛，即个时阵，白人提出外国的时阵，咱可以一般提出将受到做需要即个地位，咱可以到即个服务，然后在家收入，在家艺术家。无你过去，我爱去头做节目，去头做艺术，道这方面，以势得力啊。所以这个呢，一定要了解。所以你讲到这个所在，就是咧讲，因为当时不得迄个时阵，就是考虑到底来快，我请你们过去。咱这边呢，就是什么人会插一个歌，穿一个加西，咱今仔当做说话的，到底什么人？我看无啦吼。所以有这点咱就要建议，咱较实际，咱就是讨论。你为啥讲得来？是安怎决定？我会讲到第五甲第五分，迄个第五甲第五，就是咧影射你进入的本性，你进入的本性，因为你会知影，你第一分就是讲囝问题，第一分就是讲宗旨的问题。宗旨就是讲什么呀？宗旨就是讲这个本性。但是讲到对头来讲，迄个宗旨靠第21分，就是讲今日你个规靠第1分的迄个宗旨出尽方法，行之作恶，你一生当中，你若无练过，无可能。你无练过，无可能。但是如果是讲，咱一个做法，你甲试看卖，拄着讲要跳，就对个练过。但是咱来讲两点到前吼，讲刚来讲第三，然后讲起来惊死人，